再来看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，逐年拢会举办大型的户外歌戏活动。今年是邀请林间国宝廖庆基老师所带领的新团歌戏团，演出长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《梦断乌水沟》，吸引真侪戏迷来到现场看戏斗热闹。 民兵对抗清兵，两兵镇压，互相过招，互观众看甲目睭无转轮。这是由新团歌戏剧团带来的《梦断乌水沟》，搬出先人登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，也有戏迷特别为台北走来中华看戏。我是台北人，专程来中华看戏，而且这出戏是我最喜意的戏文，就是《梦断乌水沟》啊。 差不多看伫要10届啊。拢看伊这团关系啊，拢会约因，若知影的拢会去啦。财团法人关怀文教基金会，逐年拢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免费的歌戏演出。今年邀请新团歌戏剧团团长廖庆基嘛来到现场，参民众同齐看戏。真侪歌戏汇演拢是采取到这个户外这个演出的这个情形。啊，这种形态呢，对着这个去引导更广大这个观众来讲，是一个真好的方法。看戏的民众定定，人可足足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真欢喜看到民众热情参与，希望透过活动展现传统戏曲甲台语的水，重现早前庙埕看戏的热闹场面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